天头风台减弱，按算明仔会对屏东附近登陆，东南部的风雨愈暗愈强，请做好风台准备。APEC 峰会，咱国领袖代表林信基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讨论加强台美经济合作。美国纽约州宣布，对明年1月初5开始，赛车入去曼哈顿市中心，要扣踏车税，一台车扣9块美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天兔风台，即马是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速度嘛已经放慢。即马是按算明仔中昼正正会对南部屏东附近登陆，了这天兔就会快速来消风，甚至是散开，驶往这东北边出海。目前伊的暴风圈已经来到咱南部，这恒春过道的风雨嘛是愈来愈强。气象署是继续针对高雄、屏东、恒春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这山区爱严防崩山甲土石流，提醒民众一定要做好风台准备。到就拢海峡拢是乌云伫市区一阵一阵的雨，天候风台豆豆接近，南厝开元港风雨也慢慢增强。15尾仔天兔风台已经到越南县西南西边海边，暴风圈已经卡到台湾南边陆地。气象署继续发布大雨特报，提醒高雄、屏东、台东甲恒春半岛雨势愈来愈明显。我们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候，特别提醒南部、花莲跟台东地方的朋友要做好防台的准备，并且留意风雨的影响。我们不排除这个台风有可能会在明天清晨到上午从屏东附近登陆，并且通过台湾。气象署表示，影响秋台路线变数多，登陆点依然有变数。天气分析署指出，因为太平洋高压开始减弱，雨对天土引导力量减弱，速度放慢，路线比之前有期偏西。按算中心礼拜六登陆了后，强度会渐渐减弱。它可能还是会以这个轻度台风的强度的来暴风圈来接触到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高雄或者是在台东的陆地。在6日2天来讲的话，它在越接近我们台湾的时候，它的强度是越来越减弱的。也不排除它一登陆之后呢，就马上会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并且逐渐消散。民间气象公司指出，那天兔风台登陆会是隔57年，为1967年吉达风台以来，佫一摆有风台伫11月来台湾。也好几年来台湾的风台数目达到4个，是为2008年以来全年来台湾数目佫达到4个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这风台尾影响，恒春过道风雨愈强，后壁的渔船全拢赶倒来避风台。伫咧垦丁沿海嘛，已经围封锁线，海巡是继续巡逻，嘛提醒民众莫阁走来海边看风景。渔船摆一摆，做伙停伫渔港内面，受到天兔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屏东恒春半岛15日一透早，风雨就一阵一阵。过到了风台愈晚，风雨是渐渐增强。渔民提早风台，后壁渔港内面的海产市场，敢若剩一点点游客。虽然讲即马毋是垦丁旅游的大月，但是短短1个半月内，小连刷3个风台，即摆佫拄着拜6礼拜，服业者讲实在有够艰苦。可能会减少一半吧。50%这样，可能就没什么人会出门，会比较扫兴啊，可是也没办法，气候问题。风台来影响关渡业嘛，吼，尤其是真压杂。垦丁南湾迄边的海沙堡都已经有封锁线，但嘛是有外国游客走来看风影，和海巡人员甲驱离。那目前的话，都只有外国游客下来这边看一下而已。那基本上我们都是用外文跟他去做联系，好，那他们的都很配合，就直接离开。对，那如果有下去的话，我们会直接当场直接去做一个举发的动作。青台天兔下晡暴风圈已经卡到恒春半岛，暗时的时阵风雨会更较明显。风地做土石流警戒区的满洲分水岭部落这个所在，下晡3点开始公布特例，暗算特例80户100多个人。乡亲做好准备，下午5点预防性撤村。牛奶啊，很多。很麻烦啦嘿。民众款物件无用试试，虽然讲感觉无方便，但是为着自身的安全，赶快是配合公所和警方来特例。防止暗时了后风雨增强，造成山区发生更较大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内湖路一段，一个工地水泥塔透早是向放起，拄去缀着一个骑机车经过35岁查甫人，造成伊正骹骨折，赶紧送医。这建管处是表示，应该是水泥塔架无稳才会起，已经发工地9万下令停工。
车真多，台北市内湖路一段正中段时阵，一个新建工地内底阿门拖塔，向阳倒向马路，一个经过35岁骑机车的人未好险，一个甲弄落去。风救出来时阵人有清醒，验过正边大腿外卡到户的所在骨头断去。我要回来帮他找东西，因为他手机要联络他姐姐，通知他其他家人。对，因为他要开刀，有意识，可是记忆不清楚。哦，像大地震了，都会害怕，连我们狗狗都拼命叫，震动的很大，砰着把窗户打开之后才看看，应该是东西打掉。还好没有往我们这边打。事发所在我捷运文湖线，验过工地主任当时无愿意回应媒体。根据初步调查，是因为阿门拖塔架啊固定不良，才造成倒乱意外。台北市府建管处除了派员现场来勘查，要求全面检视，并且对施工单位来开罚。本案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工地应负安全管理维护的责任，对施工单位裁罚9万元，并勒令停工。调查到位了后，赶紧把这个阿门拖塔刷掉走。监管处也强调，后续施工单位必须完成检查改善，经过市府许可才会使复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平湖渔船大进满88号，今年7月初去金门掠鱼，互中国扣去。最近是透过前立委林炳坤带人去中国斗桥，双方是讲定罚金是中国钱21万，中国今日总算是愿意放人。按算伫明仔载10日，这船长就会当平安返来平湖。中国扣留超过4个月，平湖大进满88号渔船甲4人船长，今日伫缴清人民币21万外罚款了后，人船将有得到释放。前立委林炳坤这人到中国协调了后，顺手参通返来金门，并且带回来好消息。前一阵子是把船员带回来，那这次是把船跟船长这次带回来，大家共同努力。那还顺利吗？这是算顺利，已经要继续坐船了。你要坐船了？对，现在先坐船了，要开船了。就是我们上个月去北京以后，北京交办下来，其实这一趟后来我们再过来，其实这前几天他通知我们以后，这一趟来就很顺利。海议会秘书长罗文嘉是化为两方临会纠纷，处理应该按照过去既有协议办理，来保障人民的权益。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就此落幕。我们再次重申，两岸事务性的任何的纠纷的处理，能够按照双方已经过去签订的相关协议来办理，以落实对两岸人民事务的处理以及福祉和权益的维护。虹口流4个外界大进满88号渔船，有真久无开动，船只已经无电力，无法度启动。海警单位透明请专人来检修充电。4人船长伫完成身份查验了后，人船伫下晡2点外送到海峡中线。平湖有船大进满8号渔船早伫遮等待，两船伫介河下驶向平湖台湾渔港，有计16载期到位。经过人船虹口岸事件将有告一段落。记者综合报道。APEC 部长年会，咱国的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杨振宁甲国发会主委刘敬清，两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过面。在咱国的领袖代表林胜基嘛已经甲布林肯见面会谈，双方是讨论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米娜笑笑做伙翕相，行政院政委杨振宁甲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伫秘鲁 APEC 部长级年会期间进行最后一届双边会谈。因为川普新政府伫要上任，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议虽然完成谈判，不过外界关心第二阶段敢有变数。台美双方在21世纪这个谈判是经过双方国会的同意，所以我们期盼新政府上来之后能够持续的就第二阶段进行协商。跟布林肯握了手，谢谢布林肯对我们的帮助。那另外我跟泰国啦、跟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大概都有交换了一下意见，将来可以直接透过 WhatsApp 联络到几个国家的部长。咱方商务长积极甲各国官员交流，因为 APEC 成员体甲 CPTPP 的会员国真侪共款，拄到咱国积极争取加入。不过外媒报道，中国要求共款 CPTPP 会员的秘鲁否决咱国的申请入会案。我们利用这一次在任何的场合，或是双边，或是在场边，我们看到这些 CPTPP 会员成员，我们跟他提出来，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我可以跟你说绝大部分，但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因素的考量。在领袖峰会上场前，咱国 APEC 领袖代表林胜基嘛讲，等把握机会，甲各国安排双边会谈。
刚去会场活动，是跟人家双边，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刚刚看到，还有后面还是。The Secretary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Chinese Taipei Leaders Representative Lin Qini on the margins of today's APEC meetings as well, in which we discussed our important economic cooperation. 美国国务院证实，布林肯甲林胜义见面讨论台美经济合作议题。南方表示会谈气氛烧热，台美也就持续强化各层面友好关系交换意见，针对安怎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共同促进区域以及台湾友邦欢迎甲发展这议题做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 APEC 是办伫咧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已经发生几啊场的这抗议行动，诉求是反对大国走来投资，不满这国内犯罪愈来愈严重等等。多批民众都直接徛伫咧 APEC 会场外口大声抗议。示威的民众摕物件讲警察，互相堵塞，那想要冲过防线，现场一个人烧美国加中国的国旗。Sería bueno que esa inversión que traigan sería bueno para el progreso de nuestro país, pero lamentablemente no vemos el progreso es mínimo. 一个示威的人骂总统博迪纳是凶手，因经伫咧 APEC 会场附近，甲最近一寡街头抗议，一个工会罢工，一寡甲政府的对抗战线扭来遮，要互全世界看到因的诉求。其中一项是过去几个礼拜，利马的犯罪暴力事件一直增加，因也唔相信总统博迪纳所讲的要赶紧解决问题。Bueno, me encuentro aquí indignada porque cada día este gobierno y este Congreso, que es una mafia criminal, porque solo hace leyes a favor de la delincuencia y abandona al pueblo. 这边示威者内面有一寡是为了要甲一阵伫咧2002年抗议时阵，互警方杀害百姓争取正义。迄当阵因对前总统卡斯迪奥被罢免，引发全国真侪所在抗争，要求继任的迪波纳下台，抑个修法提前大选。引发抗争，有60个人死亡。第二天，警方的枪夺有人受伤。带头抗议的几个工会讲，袂安尼就准堵线。14、15两天也有安排。伫这么真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拢已经到秘鲁要参加 APEC。利马市这么真无平静，警方的维安也高度戒备。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即马川普选调要做美国总统内阁人事时，引起众人注意。伊大声是提名这福斯新闻的主持人赫格塞斯来做国防部长。伊毋但是非将官出身，嘛无国安经验，是引起众人质疑。过来就是提名这夏威夷的州政总议员来做加巴德来做国家情报总监。这加巴德同款是嘛无这情报背景，毋但是互乌克兰指名。从摕罗西亚资金来做罗西亚特务，过来就是司法部长盖茨要来做司法部长啊，家己煞去牵涉到这性剥削、甲未成年的性行为、甲虐待案件，正正是也搁咧接受调查。那也上新公布这卫生部长小劳勃甘乃迪，伊是长期反对去做新冠的预防针，不止讲可能会致命，佮世界宣传讲这根本就是医疗疫苗，引起公论。这外界就咧质疑讲，这川普你是用人，根本唔是看你的能力，也是才情，是看你对川普敢有视重无。Guess what? We got the second George Washington. Congratulations! 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14在佛州办大型的胜选庆祝活动，78岁好莱坞的大明星史威斯史特龙是大来宾，而且伊以第2个乔治华盛顿来强调川普这摆选赢是正大的成就，更加强调讲若无川普，唔知影世界变做安怎。14在这场胜选庆祝活动是川普进前成立的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川普除了强调上台了后，必须要优先处理俄罗战争以外，嘛宣布讲会任命北达科他州的州长伯根出任内政部长。另外，川普嘛任命进前退出总统大选，决定要改天伊的小萝卜甘乃迪来接美国的卫生部，帮助美国搁一摆变健康。Robert F. Kennedy Jr. He came in, and he's going to help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70岁小罗伯甘乃迪进前讲，新冠肺炎的疫苗是史上上致命的疫苗，但是进前伊嘛讲，若伫川普政府做这项职位，伊袂提走任何人的疫苗。小罗伯甘乃迪要来换的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是正大的单位，2024财政年预算是3.09兆美金，差不多等于是联邦预算的22.8%。另外14来参加川普胜选活动的，还有另外一个来宾，就是被叫做阿根廷川普的阿根廷总统米雷伊。Que son unos verdaderos gigantes, por la remontada política más grande de la historia, enfrentando a todo el establishment político, incluso poniendo en riesgo su propia vida. 阿根廷总统米雷伊认为讲，川普选赢是阿根廷在经济和外交顶悬的机会。米雷伊嘛是川普当选了后第一个接近的外国元首。若是安尼，川普和米雷伊拢是气候变迁的怀疑论者，嘛主张讲爱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这摆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29， 美国的元首无来，但是会议举行的3天后，阿根廷的代表嘛照米雷伊的指示退出会议，嘛互这场气候大会到底敢有法度得到重大突破？引起各界关注嘛，真烦恼。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纽西兰国会最近是甲180年前甲原住民毛利人签的这外塘基条约摕来重新解说。讲来第一是有牵涉到政治甲宪法争议，就免过经过法院的裁决，只要议会通过就好。这现场的毛利人是认为讲，这等于是伤害到族群的权利。当场是礼票文件来跳战舞、唱战歌来抗议，最后是去到国会赶出去。纽西兰国会就是审议法案，要求各党公布表决票数。也毋过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议员克拉克煞开始大声唱毛利族的战歌。国会议长想要阻止，也毋过现场毛利人议员甲伫咧旁听室的毛利族民众嘛加入唱战歌、跳战舞，互这场国会审议被暂停。The House is suspended until the ringing of the bells. The gallery is to be cleared. 议庭暂停30分钟了后，恢复审议，也毋过包括带头唱战歌的毛利族女议员克拉克，有2名议员拢受到国会驱离。法案是一读通过，也毋过后续支持的人无够，国无法度过关。这是为着要重新解说180多年前一项纽西兰人甲原住民毛利人地位的怀动议条约所提出的条约原则法案。按说要伫法律内底限制缩小条约的解说，稳准条约所提出的重要政治甲宪法的问题，会交予议会，毋是交予法院来决定。也毋过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反对这个法案，认为会造成族群分裂。Treaty issues are complex. They've been negotiated, debated, discussed over 184 years. It's simplistic to assume that you can, through the stroke of a pen, resolve all of that. I think our approach is better. Take it issue by issue, hard issues. 会动议条约是1849年由英国王室甲纽西兰的原住民差不多500多名毛利酋长所签的条约，一向互当作是纽西兰的建国文献。也毋过条约分作英语甲毛利语2个版本，因为2个语言的意义无同，造成双方过去180多年来对条约的解说常常发生争议。了后，纽西兰法院甲独立的毛利法庭所做的判决是积极扩大毛利人的权利甲特权，引发歧视毋是毛利人的争议。这毋是纽西兰行动党的党魁，嘛是司法部副部长的西莫提出条约原则法案，和毛利人甲支持者认为是咧伤害纽西兰原住民的权利。暂时包括毛利人、纽西兰原住民人口占总人口的2成，超过100万人。为11开始，已经有大批原住民为纽西兰北部向首都威灵顿出发游行。不过，沿路会汇集更较侪原住民队伍，19抵达威灵顿进行抗议。公司新闻电视同编译。美国纽约州宣布，明年1月初5开始，要开始扣踏车税，赛车入去曼哈顿市区，一台车扣9块美金。大路车真多，这是美国纽约上界精华的商业区曼哈顿。纽约州州长霍克则是宣布，对明年1月初5开始，曼哈顿会开始来扣踏车税。消费者伫平常时日是进入市中心的收取每1009块的美金，折合台票将近300块，汽车甲巴士的费用是更加贵。We have found a path to fund the MTA, reduce congestion, and keep millions of dollars in the pockets of our commuters. 若是顺利来推行，这将是美国头一个踏车税计划。这项政策原本今年6月底就要来实施，也过因为各方反对而赶进法庭。当时计划每一台小客车收15块美金，只是拍6折定来。州政府讲，扣踏车税乃使减少车流量，也会使改善空气品质。
更加有计会为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带来150亿美金的收入。因为这笔收入会用来改善地铁甲公车，好大众运输系统更加完善。This lower toll will still allow us to accomplish all, and I mean all, of the goals of congestion pricing. New modern signals, the long-awaited Second Avenue subway, new electric buses, elevators. 美国是世界上上爱开车的国家之一，有超过90%的家庭有汽车。纽约已经相对无瓦库汽车，因为拥有完整的大众运输系统，只有55%的家庭有车。尽管是安尼，每天也是有90万车次进入曼哈顿市中心，严重来拖慢车速。也经过估算，Q7的塞车税再减少17%的车流量。国际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同一时间再会。